多谢原因来关心交通的消息。第9号线苏花公路161.3公里，就是惠德这个崩坑的路段，拄则差不多1点半的左右，发生6台车相撞的这个代志，这个事故。有一台沙雕车可能是挡了袂赴，弄到头前的自用小客车，据说讲连环追撞的事故就发生啊。现场总共有6台车弄做一伙，其中有一个骑乌托邦人脚有受伤，警方甲拖吊车的业者，即马已经伫现场处理当中。啊，目前第9号线双向拢塞车，上北差不多是塞8公里，因为这边是苏花公路南来北往唯一的通路，这个路面有较矮，咱的乡亲尽量撇开这个车祸路段，安尼才会当避免塞车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。